咱今日最后一个分享，即只是住伫高雄17岁的高中生，叫做朱琪。伊目前是读高雄新兴高中。伊是一个推广台语，阁有咱平埔文化马卡岛的少年。好，咱即摆甲时间交互朱琪来介绍伊找出家己族群历史文化语言的故事。好，朱琪。朱琪，我开一下我的好，看法。好，你豆豆来。大家若会记者，咱迄个伫规定当中，若有听到啥物特别的台语词，咱先记录伫咱的基本的笔记，咱留伫最后时间，才含大家来做讨论吼。先煞宣传就是咱的并且社团叫做台东台语社，咱目前是伫每个月第2礼拜六暗时有一个开讲会，第4个礼拜六就是像今日安尼，有一个人生故事分享会，大家若有兴趣趣味的，会当未来继续来参加。好，甲时间交互主持。目前看着你的 Google Meet 呢啊。你点过你的迄个看法？好，看咱家用做转音幕无？你的正手边下骹有一个转音幕。我看见。好，安尼 OK。今日主题是一个推广台语的马卡岛少年。我是吴主持，所去刷大楼，我是马卡岛族的人。我即摆住伫高雄，高二后礼拜要考试。好，这是我先讲马卡岛好啊。台语推广今日讲较少，我主要是讲马卡岛。马卡岛是一个平埔族群，伊甲西拉雅甲大武龙原本拢是西拉雅，后来分做3族。伊马卡岛主要是伫高雄、屏东甲台东，我是屏东的马卡岛。我的社叫做武洛啊，族语叫做武洛。武洛个社是伫马卡岛大楼社个下骹一个上细的社。我遮下伊叫做一个讲台语的原住民族，一种无听过的台语口腔。为啥我安尼讲呢？因为主要伫咱遐主要是拢讲台语甲，咱总内底嘛有讲客话，但是主要是讲台语。一种无听过的口腔，因为咱遐是3族群夹做伙，所以会有较特别的词伫内底。好，要讲的就是再来讲咱装头的部分。先讲这好啊。这是旧年前年的一个台南的一个展览，遮着写的叫做平埔，牵手平埔，遮写的3个族群，就是西拉雅、马卡岛、大武龙。这3个族群就是南部3个上重要的平埔族群。这个图这是咱的亚籍，不管是平埔、西拉雅，不管是马卡岛、西拉雅是大武龙，拢有亚籍这个活动。牵手平埔这个物件，伊的真特别。平埔就是族的名，牵手的意思，伫台语牵手的意思是，甲手牵开，就像咱看到这个图共款，但是牵手伫族语内底是另外一半意思，因共款。好，讲到砖头，古早砖头一定拢有庙，应该是一个砖头一个大庙，但是咱砖头有3间庙，上东的是朱德宫，过来是保安宫，上西叫做三山国用庙，但是台语我毋知影讲，三山国用。好，三山国用庙主要拜的就是三山国用甲八公八婆。三山国甲八公八婆，你一听你知影就是迄客人的海甲年的庙。中的保安宫拜是石头公、家人王伯大上尊。
讲到石头公，马卡多族拜祖灵的方法是拜石头，甲西拉雅大武龙较无共的是，西拉雅大武龙拜的拢是干仔，咱是拜石头。为什么共一个组成的族群会拜无共款物件？即张图对，这是西拉雅，这是西拉雅，这是大武龙，这是马卡多。你有看到这是干仔，这嘛是干仔，但是这是石头，是因为古早三个拢是拜干仔的，但是后来应该讲是马卡多遮的干仔定定互人拍破。我毋知影为虾米抗体庙来干仔会互人拍破，但是就是定定破去，所以马卡多族咱原本是要想要用石头来刻个干仔，但是一直拢刻袂起来，所以后来就放弃直接要爱石头，这就叫做祖灵石。这是西拉雅，西拉雅再来讲一个，就是中午这个是阿里姆，应该大家拢听过阿里姆。阿里姆的较会缀金纸，因为伊是生命。伊两个就是祖灵甲暗祖，顶悬插的叫做伊哈尼，就是竹麻。头前的插香，插香的顶悬会放槟榔甲酒，才无迄着酒。这是中午这是大武龙，大武龙是这是细林村的，就是和爸爸放在冲掉迄个庄内底公社，就同款是干仔，头前有酒、槟榔。先讲着酒的部分，为虾米遮有酒但是无干仔？遮有酒的杯啊？因为伊西拉雅内底拜酒的时阵，是先甲酒含入喙内，佮该喷伫槟榔顶悬甲外口喷两喙，但是伫COVID-19以后就较少有人安尼做啊。这是大武龙，大武龙主要是拜干仔嘛，是拜干仔，有酒、槟榔甲伊的酒是添入杯仔内底，佮有香水。香水这物件西拉雅嘛有，伊是像一般的庙是请迄香夫。香水是请香水转厝拜。较特别是后壁，这后壁，这灵仪是上帝讲的。我毋知为啥平埔我爱拜上帝公。这个公社后壁嘛上帝公庙，遮嘛有拜上帝公，我们兜嘛有拜上帝公，我毋知为啥物。旁边这就是大老社的石头公，是石头金纸、啉酒的杯啊，香就是完全拢甲汉人共款。我讲着大老社，补充一个大老社。大老社伊的代叫做大老，伊的族语叫做斯瓦大老。斯瓦大老就是我的姓。好，讲安宫，所以有拜石头公，佮有加东王。加东王是一丛足大丛的加东树啊，就伫咱的宫的后壁是一丛足大丛的加东树啊。伊毋是一个姓，迄个树啊分做三个灵，就是加东王、加东尊王、甲成圣王，拢是青面的，就是拢是树啊的姓。过来就是白大成尊，白大成尊咱遐叫做白大，就是只住伫树仔顶的狗，白狗，但是咱遐无狗啦，所以我一直毋知影为虾米会有即个姓名。后来我伫别个社内底看到，较知影，即个就是别个马卡多族的社嘛有诶传说。我讲到马卡多的社，独个社较大就是咱就是有三个较大社，第一是高雄冈山诶达加利亚，第二个就是咱屏东诶大老，第三就是较屏东较下骹诶迄个叫做斯卡罗，就是斯卡罗。应该大家前几年有看过斯卡罗，内底阿水也就是马卡多族诶人。好，所以中这个保安宫就是马卡多诶信用留落来，上当这个朱德宫爱降龙大帝甲观音佛祖。降龙大帝这个香火是对登山迄时请来的，观音佛祖这个真特别。就是因为我家己信佛教，我甲因无共款，我甲
阮兜人就问看是信佛教，咱观音菩萨，这是观音佛祖，伫拜拜时阵会用猪甲羊来拜观音佛祖，一个足特殊的拜拜方法，毋知为虾米啊？好，这项都讲，搁较大就是，我要互恁看，内底有拜的物件，就是后壁即两个杆仔，内底放的就是像你讲的一寡衫，这就是灵器，搁有一寡香雾的无，这是像你讲的物件。啊，头前的即个条啊是主要是会用来放物件的，啊头前即几个杆仔就是主灵啊，天主的杆仔，冰冷伫遮，还有酒，后壁即个花就是嘛是叫做泽兰，我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。好，上尾仔讲到台语推广的所在，就是我的主题叫做一个推广台语的马卡大少年。台语推广，我无想要讲伤济，因为我惊时间无够，就甲马卡大讲完应该就差不多啦。所以我就台语我就讲一个尔，就是伫运动世界写台语体育新闻。即篇我是因为我本地就有咧写台语体育新闻，我家己嘛是练体育的。下骹是讲用我的运动专业来推广台语。好，即个所在真一个真安怎讲？真临时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我迄工伫自主学习的时阵，本地咧拍我去比赛的记录，拍我一半，向想着，我若用台语来拍台语新闻的，我就开始用台语拍台语新闻，就难的。第二，我要上那部分是互伫翻队名的时阵，就像巴尔的摩精英队。我毋知影巴尔的摩精英队台语要安怎翻，所以我就直接写英语的 Baltimore， 后壁写华语。这就是这篇发了，我就是因为这篇互阿东转出去，我才识识阿东的。应该就是安尼。这是我的两个 IG 下骹是我家己用 IG。顶悬是我的直播，这是我画一寡台语新闻的所在。就安尼，有啥物问题吗？感谢。安怎讲？感谢主持的分享。即摆时间会当互大家来甲伊问问题，关于伊的编报文化，佮伊写台语体育新闻的经验。头一个阿英，请讲。我想要问讲，就是北部的文化，你是拢是为倒位知影的？就是敢是问厝内的是大人，还是讲有啥物群组去学习着遮，去了解着遮的文化？还佫有就是你知影遮的文化了后，是去倒位，就是会选推广遮的文化，还是讲？去倒一个所在，甲大家讲遮个文化，安尼。讲到平埔的文化，就是咱庄内底应该差不多无人知影平埔即件代志啊。这拢是我后来去看足济文献，一对较知影，就是迄个所在，就是平埔的庄头。去研究规个文化，才发现对，这是平埔的庄头。所以我全部拢是对外口学来的。讲要对知影遮物件哦，恁敢有记得有？搁较早有一个分享者是台南女中的一个，我讲一个，跟我同年的台南女中的，伊逐工拢传有诶无诶，平埔物件互我，我就是看
网络顶悬的一寡物件去看册，看网络顶悬的物件去，甲遮个文化吹转来。伫对分享就是网络顶悬，我有过，就是 IG 伫讲遮嘛有写文章出去，像安尼。对。安尼，我想要问讲，你是安怎去知影你的即个身份呢？敢是大人讲的，还是讲你去，就是你是去倒位找着的？我袂记讲，就是为什么我知影即个身份，主要就是国二的时阵，咱兜咧捡金，就是要捡一个是清朝时代梦。迄时阵咱有去调日本时代迄个藤本，内底就写反腐两字，就知哦，就是啊。了解，无简单。再来换阿华，请讲。你会记开麦克啊？我拄则看到一张相片，你讲迄是香水，你敢有确定迄个物件叫做香水？因为我是较无了解到咱遮平埔族的文化，毋过若照我伫台南甲家己迄搭有听到的，就是因有一个字叫做香啊，咱知影台湾话有一寡，亲像有人讲翕相哦，爱用啊，你会讲翕相，确实有即款腔口早是用甲样啊，毋过迄个像是因平埔族的话，因袂用你念作像。我想要确定讲，你拄则敢有确定？你是讲倒一字？啊？伊相片内底迄个。相片有一张，伊相片内底念的叫做香水，毋过你敢有确定迄个物件是香水，毋是香水？我嘛咧要讲，迄敢是香水，迄做香迄。嘿啊。什么是香水？无啊，伊头拄仔读一个迄读一张相片内底有一个后啊面顶有大张在顶面写，若照字开始叫做香水啦。其实我无看清迄个字要安怎念呢？伊迄字什么字？你应该拍字无？我头尾无看。伊就是方向的向啊，水就是水的水的水。就是进前若要写，大家定定甲伊写作方向的向，不过迄是照字迄，就是即个物件。我毋知要安怎念啦。方向的向，可能念毋对所在。迄若是西拉雅迄边的文化，即个字应该干那会用你念作向尔。香水。迄是照音字，毋是汉字，毋是为汉文化。是西拉雅语的，伊毋是汉字的方向。咱你就是无靠菜的音所以意思是讲，本来平埔族语都是念响，只是就是安尼念变做汉字，结果有人写即个响。意思敢是安尼？安尼，伊敢有迄个罗马字通好写啊？毋是白话字哦，我讲的是迄个西拉雅因迄个迄个罗马字。我毋是西拉雅，我是马卡多咱遮叫做沙鲁，完全甲因无共。哦，了解。恁遐甲西拉雅共款，拢有即个文化。古早有，但是对日本时代开始就改去即两项物件你讲是共款的嘛？伊是要做啥物代志？伊是代表啥物？还是讲伊是啥物物件呢？伊是去像伊经济内底是代表啥物？就像迄一般拜拜，迄请顿厝，毋是请香菇吗？伫西拉雅内底，甲咱平埔内底，就是请即个水转去出来拜。所以嘛是甲当做神明的一种代表。婚灵的婚灵迄种感觉。了解。迄水爱换无？这就是一般的水念过一种文啊，就像念经安尼念了就好啊。这爱换的，无换的
生登革热。天高的调理啊！哦，即最近有迄个新闻啊，讲台南最近有个咧爆发迄个天高热。你我想，你我是睇迄无平台啦，要毋过，要毋过，恁若是有当过即款状况，恁是要安怎？这水就直接倒掉就好啊，这无差。哦，这应该个换一个较新鲜的就是了。嘿啊，这无差。哦 ，OK， 我就是讲，若是即款水是，若是有限的，安尼就较无差。毋是，这是去公司内底拢有啊。OK， 去公界内底拢有 OK。好，咱再来换后一位 Jasmine Lee， 爱给伊开麦克。你好，我想请问讲，你的名是安怎找得来？哦，这个名是姓，就是一直拢是这个姓，啊名是后来号的，就是哦，这个名是有意思的。我即马顶关是我名，有对我名，就是阿苏瓦基索大佬，索道是姓，这是一直拢是安尼啊。阿苏瓦基阿苏是狗仔意思，瓦基是日头。我是伫9仔年日头上炎迄天出世的，所以我就号做阿苏瓦基，这是后来号的。哦，这后尾才号，你毋是细汉时？毋是细汉时阵无人咧号这物件，阮兜嘛只有我有名尔，这后来号的。哦，对。你讲后来号的是你家己号的，还是？家己号的。哦。我请问你是写哩个，是户口成本写还是都市场？歹势，我无听清楚。哦，我是讲你都讲你的姓是本名，啊，你的姓户口成本顶悬写伫户口成本，还是谁甲你讲你的姓是即个？哦，无，咱规个写拢是共一个姓。哦，啊是谁甲你讲？就你去看，我去看迄叫做文献。顶悬写就是规个写拢是这个姓，基本是来登记的。了解，好，安尼，敢佫有其他人有问题想要问？啊，有，德辉，请讲。你好，迄个，我想要问讲，因为头拄你伫迄个现张相片内底是，互阮看讲迄个恁病部队的仪式，病部队的仪式内底有一寡。甲有染着一寡汉文化，佮有一寡是平埔族本地就有诶。我想讲，伫恁迄仪式内底，迄本地伫拄汉文化传过来迄落迄份香啦，还是讲金纸的啥？伫你诶仪式内底是迄个功能有，还是讲伫你诶仪式内底遐本地拄汉文化传入来的物件是？伫你诶仪式内是安怎用？你是讲香甲金纸吗？是？对啊，遐物件啦，嘿啦。哦，香就是，咱叫做红衣啊，红衣启动的时阵会香收件，啊金纸就摕来烧烧面甲边啊，你共款啊？哦，安尼哦。因为我掠准讲，譬如讲你香变做讲伫迄仪式内底，就甲咱汉文化咧用香的迄意思就无共，意思会无共，所以其实是相像。相像的，就是摕来直接用的，是相像的。安尼我无问。好，再来做一个阿莹，请讲。就是我想要分享，就是真拄好，泰雅族语的话语嘛是日头的意思，我感觉足特别的。我记就济内底拢是伫，就算到马来西亚甲印尼拢是。哦。这算是南岛民族的一个词汇。就像马达嘛是。马达就是目睭。嘿，对，所有拢是。新加坡是要讲警察。好笑。对啊，马达就是警察嘛，因为迄是安怎讲啊？迄是伊本来意思。因为像是讲，迄个警察拢是有迄个，类似咧监视安尼啦，就甲对啊，马达
尾啊，迄个目睭的意思，啊，个另外一个意思是警察，伫咧新加坡是安尼。哦，哦，对对对，了解。加坡煞的迄个我想要问的是，你头拄有，我想要问的是，你头拄有讲到，恁迄个砖头是讲台语的族群，啊，毋过你搁讲是一个台语的一个腔口，所以我毋知影是真正是台语的一个腔口，还是讲你是讲恁迄个族群的语言就是迄个画面，我的意思我无真了解，就是就是敢是讲恁遐语言敢是已经无去，所以即摆就拢用台语来交流，还是讲恁的族群本地就是讲台语，只是台语的其中一个腔口安尼。应该是讲咱的语言全部拢无去，所以拢是讲台语。但是咱遐的台语，因为咱的砖头内底有客家人、有台湾人，佮有汉人，佮有平埔，所以三个语言结做伙变做一个无共款的腔口，就像我讲的台语会掺着客话，啊，客人讲的客话嘛会掺着台语，咱是。佮有一寡平埔的语言，所以是全部讲做伙。哦，就是一寡字拄其他语言腾过安尼。嘿，对。哦，啊，你举一个例无？好现听看卖啊。哦，对，像我同学是讲三山高用，毋是讲三山国王。三山高用，哦哟。啊，所以嘛是佫有留一寡平埔的语术。平埔就较少，就像牵手即种较少。所以遮个就是恁的族群的语术，即摆敢有法度去找转来，就是即摆敢有文献，还是讲还佫有是大人还会晓讲的，就是传承的即个部分。吞的嘛较毒，应该是无啥法度啊，应该拢是大部分拢是用西拉雅来照，因为差不多，所以就用西拉雅来照。啊，西拉雅即个语言原本嘛是无去的，伊是对新港文书去吹转来。都迄文献倒转来。伊拢是用倒的，就是用迄当阵写的圣经去倒转来。要毋过新港文书敢有人看有？有文书我会记得即句，加一寡学者则读有呢。即句的人嫌，即句的时代啊，大部分的人是看无的。新港文书有两边啊，一边是西拉雅语，一边是荷兰的。是，要毋过时代啊，敢有人讲，即句敢有人读有？应该讲无人会当直接贴，有要用两边互相去交叉比对。对啦。迄若是无一寡伊个语言还基础的，迄恐惊是就是读无啦。就像你看迄埃及文字共款啊嘛，无人读。伊啊，有点罗塞塔，罗塞塔一排啊。差异排啊，是。OK， 好，安尼咱加油啦！先感谢主持今日的分享。